人有名堂，根本呢阿忠古呢来到了铁房的迄高雄的美浓啊吼，了铁房啊吼动到山，了山全部冻僵，还有最初哦来了铁房啊吼，是呀吼，东门这个有100年的历史啊，还有它上面那个4个大字太艺文明，算是以前一个状元题的字，算是地灵人杰的铁房啊。不过根本因为抢到那一张有名的人来到演艺的节目呢，佢啊有一句话懂有名。我真去东乡的人喊过啦，欢迎徐展元、齐展元。大家好，我是齐展元。今天嘅来宾就是同一前嘅体育主播齐展元，同校运通嘅佢，做啲讀文化大學新聞呢嘅時節啦，就決定愛嚟做體育轉播嘅條路嘅。22年來，佢用另外一種神奇嘅風格來轉播。當受到觀眾朋友嘅歡迎，按熱情有活力嘅性格，可能留啲南台灣出色嘅背景有關係咯。好野球，我野球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齊展元，我是高雄美濃嘅漢人咯，我會來紹介美濃嘅好食、好料、好搞嘅地方，本大家哦。喜愛美濃人，美濃沒有美濃就吃不下飯又睡不着覺的各位美濃鄉親，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齊展元。根本要去哪位？东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美浓的一个精神指标。对，它是一个古迹了，以前美浓就从这边开始。你有去上去過？有啊，來有發上去。你過嚟看看好嘛？好，來開。第一排看到暗涌，看，很難開咯，看，好陡哦，而且它這個把手也是銅做的，你有看到嗎？對啊。讓我沒有體力還真的不行哎。這個把手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有哦。真的哦。還有你看一下，它頭擺是用紅磚，它這個用玻璃把它好好的隔在裡面，不要受到破壞，看到嗎？你這個古蹟，看，它以前還有那個瓦片那個紋路，爽來寒涼哦，那涼風吹過來，很舒爽，一望無際看到山，看到嗎？要不要太高來。你好，你啊對了東門的歷史啊，無按了解，就老，你講一下。因為東門了，好像乾隆20年，就差不多1756年，也歷史有250年。伊個時節做也人嘅烽火台，所以講起亞關，以前係美濃200人來也係原住民，所以講起亞關。200公尺，甚至1公里以外的原住民來，就看得到，人來做烽火台，所以也找到你上來，咱們易守難攻。我哋美濃人最早來就喺一啲嘅，有永安街，有雙莊嘅，你雙北來，樹林街叫下莊嘅，也過去，所以美濃最早嘅喺一啲嘅永安街，希望說永遠安定的留下來。東門的就係你美濃的發展的歷史的一個見證。你看到該啊吼，那個磚啊，銅鐵邊上面還有下絲誒，該嘛該？也係當初就200人前，用的磚誒，不過因為也東門的行限定古蹟嘅，Q年的年代，文化部吼補助修復，所以也那裝潢誒，不過因為要保護伊咩，就用安尼玻璃給保存起來，表示本安尼後代子孫講，也要磚誒，就台北祖先作為安尼東門的。哎，我來看一下兩位。屹立民樓為鎮寶，因為美濃一直以來都是美濃鎮，就是美濃鎮。對，還有廣知人傑起文明，你看，是你看，美濃的歷史就從那開始，唔會應該是廣知人傑起戰演。小眾啊，有啲嘅主角說嘅，東門寮係啲遠岸嘅路頭，面前流過嘅美濃河係頭擺富人家親好嘅洗衫廠。頭擺嘅東門寮，現在係瞭望防疫嘅性質，故所是去做簡單嘅高台。整個結下擺，更因為中國傳統嘅古典元素，將變做古上門嘅用嘅。以下係全台灣無上上七樓當中清泰嘅上門寮，咪係客家老祖公啲美濃辛苦開墾嘅重要見證咯。泰哥，你鄉嘛個？小眾你好，久仰，我鄉中。金銅鐘還是金鐘鐘？金鐘鐘，美濃最大鄉就鄉中，全部有金鐘鐘。像北埔下有金銅鐘。
因为连金童中还有谈过一个历史啦，金童中行的一个比武，当初那个太阳啥主席吼，伊保护桥呀。下要踢球，下踢球，唔刚刚的金童中会上球，上球。结果因为副知事说我们请出下金童中，所以那会有讲金童中走出来。哦，古说应该太家全部是金仲中他从，我以前瞎查全部恐龙啦。冇想到沙地亚意外解开的小组，让为上亚集中啊，东门楼一下已经列作系宴厅古迹，咪变做闽农清经典嘅推表，去到当个看出去。闽农嘅景色看到清清楚楚。赞言啊！你用来度料梯房哦，跟我约会没有？我们没有那么浪漫啊，很适合情侣来。是不是？这是古迹。而且呢，万一这个别的人要来打扰我们，又个不能就把它下去。东门了，我们那东门呢要保持着沉静的心，缅怀先人。哦，那你约我来这干嘛呢？站在这里。基督呀。东门了，看过去就可以看到哪一路卡。真嘅？哦，是拄了青河同后波黑啊。按拳哦。东海头。我印象中呢，南嘅路卡係嘅老屋嘅，有過百年歷史嘅火房嘅老屋嘅哦。乃就係啲老屋嘅地背出生嘅呢。男人相似嘅啲民農就係。東海頭，起屋嘅老火房，喺幾十年前已經轉變到當派頭嘅新式祠堂。東武漢嘅旗仔年難得轉老屋，起屋嘅鄉親大早就啲雞分享佢嘅，相似嘅人同好很多東海，係認真啲為之南北朝嘅時節，喺山東亞條所在形成嘅，認真東海堂人千多。台灣起屋嘅人，咪單單用東海嚟做同好。阿潘嫂，看到遐洞头诗啊吼，遐对联嘛，洞如日时，你看遐崇拜迄日升横月，迄嘛个意思？日升月横啦，就是日升月横哦，不是由右念到左吗？我们的上面的字，通通都是从外面念进来的哦，这是有学问的哦。为什么都是三间？为什么你看都是它的字全部都是从外念到中间这个地方，另外有？因为我们很有团结心，我们要从外面聚集我们的团结心，往中间集中，往中间靠拢，要往我们的祖堂来靠拢。哦，所以最后都是往这个东海堂这个叫万流归宗的日式之抽哎，嘿，抽哦，全部都汇集到这个地方来。太家穷下来，哦，太家穷下哦。团结。哦，迄俩就是哦。我欺负，团结啦。哦。难怪按老年啦。旁边司马丘龙看，在四兰丝心，江上清风。哦，那就按有。那两边吗？丘龙，两边是芝兰清香，山间明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些诗词，一定要由外往内念哦，不能够念错，不能一路从右边一路顺到念的，这样是不行的。是唔错嘅。那真经懂特别嘅吼，你讲啊真经唔对。祠堂嘅设计都有老祖公嘅智慧，熱身熱血，除咗愛起屋人團結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哦。日出東方，日出送獻，人嘅光輝就喺東海大，代表起屋嘅子孫會世代發達，源源傳下來。難怪旗仔年做得變做台灣最有名嘅民生珠寶，也睇住見講啊，真年啊，當真到呢。你喺講媽媽呀？哦，在面媽媽，廖媽啥？爸爸。爸爸呀？在年的爸爸。在年的爸爸，哦，爸爸媽媽用哇。小鐘佢安呀，按那個好佢優秀哦。什麼？在年媽懂優秀啊？係啊，最優秀。你寫的祖國呢？哇，愛國的那個情操，沒有人比得上。媽媽有看野球？有。哦，真嘅哦。頭擺媽媽打壘球嘅投手。哦哟，很厲害哦。美濃中學嘅投手。鼓手有遺傳，你可不可以投手？你可不可以擺幾投球的樣來鏡頭來，要假設來。哦，你在打保齡球呀？齊媽媽真見動發拍呢，看到牛羊鏡頭，還開始從高位流。水哟，阿妹耶，來到草木，來到行水邊。
自己会编。看起来市长人全部会按热情，应该是像阿妹嘅种哦。今边家的人来翕节目，似乎太太细细，做亲始终乡下，天初爱来翕一张团圆相啊！就啲市长人老婆夫妻呢，没有一个亲有名嘅人，还个是台湾人亲尊敬嘅野球英雄。站员，隔壁迄董会同，你韩国了，你马有只董会同。嘛，迄乡企的，马乡企的，嘿啊，哦，乡企的拄了米农村东东嘛，几度？真紧哦，嘿啊，几度？有名的人多嘛，几度？徐生明堂哥嘛。2、3、4、5、6、7、8，哦，你还杂杂的啊，主点啊，哎呦，哎呀，哦，这比较像摸人家屁股。台湾客家界最强的打者钟运成，对，牛秒头都不让，挥把乱攻，真的好想赢美浓国中哦。企业拄了米农村东东嘛，几度？真紧哦，系啊，几度？有名的人多嘛，几度？徐生明堂哥嘛，体育界啊，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啊，对。进到这一行开始播棒球之后，奶爸爸，我爸爸才同奶公公说，我们家族里面有一个人打棒球很厉害这样，然后我还问他说，这是谁？然后他又说是徐生明总教练这样。我说我就马上倒退5步，说我们家族这么鼎鼎有名的这个徐总，那也就是说我也不是靠他的关系进这一行的，我之前都不知道他是我们有亲戚关系。哦，这个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徐生明的这个弟弟徐文明。徐文明，哦，真紧哦，你那位啊密农啊，特别是体育的人才。真的懂得，你看，你还体育主播嘛？徐生明，徐生明太家对家杨雄是董英正，然后有个面部木马表情，知道吗？可能做教练就会较严肃啊，较严肃。而且徐总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去韩国拿到硕士，然后在韩国打他们业余棒球队的第一个台湾人。因为以前人家可能就去日本，但是徐总是去韩国，所以那个时候展元说真的很想赢韩国的时候啊，有凶斗。徐总他有跟我说，真的要赢韩国，就一定要比韩国人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还有另外一个火爆教头曾纪恩，你妈火爆教头，去头拜，带兄弟象，那战绩给后还有带国家代表队，发过，他刚也是出了用啥，一个徐生明。一个曾纪恩，2个火爆教头，而且他们又是师徒关系。看对国家的棒球的贡献，没有客家人，我们真的没办法打赢韩国人。哈港人加油！人嫌持足嘅徐生明係台灣頭一個有碩士學位嘅野球教練，此時就係國家代表隊嘅隊員，歸路嘅大都台。還帶領國家球隊為國爭光。那其實小的時候呢，就會跟小朋友們呢一起打街頭巷尾的棒球賽。那個時候呢，甚至還有去玩到肩膀脫臼，完全還不知道，就是知道好像摔傷了，就是去撲接一顆球。後來還繼續在場上玩，後來發現肩膀脫臼了，那奶爸爸呢就帶奶去國術館，把它弄回去這樣的。就是那時候就很喜歡玩棒球，最陽光、最可愛、最美麗的客家本色啦啦隊女孩。講到野球啊，用做得唔為市長人安排一場球賽呢，就對啦啦隊嘅熱情表演來起始。加到係美濃國小嘅舞頭隊，挑戰一下前受到歡迎嘅奧運歌曲。今邊遇到觀眾朋友啊，加到細阿妹耶，是特讚都獎呢呢喲。哦，過獎喎，過
精神抖擞。学业有学几久的时间呢？从7年生开始學嘅。哦，你幾多年生呢？你哈6年生。6年生，學2年呢。挑位真經同學，你第一擺做了南山沒啊？唔係哦，你知道做了南山的感覺很樣吧？過年。很老實，真經同肉身。該你第一家有同學嘛？你自己的堂號，比如說你姓什麼？我姓林。林哈，你知道姓林的堂號是什麼堂嗎？你知嗎？河西河堂。哦，厲害！鼓掌！哇！後生人可以第一屆同學一定可以第，不過像按後生的第啊，真係懂笑呢。嘿呀，你用電哦，你怎麼會知道？因為禮拜就是去那個自己的祖堂那邊拜拜的時候，上面都會有寫。哦，你看，這個就是哦，注意到不忘祖。因為你剛才看人家動作吼，有動到老客家婦人家做事情的時節，然後有那動作懂胸，可以不可以介紹一些他動作？譬如說，有什麼種田是不是？按有種田。還有嘛？摘茶還有摘茶的，其實上面是有摘茶嘛？哦。5、6、7、8，那2、3、4、5、6、7、8。哦，你還摘茶的呀？哦，還有嘛？竹田啊，哎呦，哎呀，哦，所以比較像摸人家屁股。就是婦女人家幫忙耕作的啊，對，融入到這個舞蹈裡面，客家本色舞蹈裡面。按發牌有同感嘅表演，閩南國小嘅野球吹演，啲順項未看到當聽呢。閩南嘅野球運動頭擺設有當好嘅講解，為愛研究野球法，其實咪寫好計劃，愛來培育細線數。閩南國小嘅野球吹就係其中菜場時節訓練出來嘅精英吹舞哦。教練，人家球隊成立幾久嘅時間呢？哦，今咱咧闽南國小就成立咧小幫第3年。第3年啊？有去比賽過嚟嘛？有啊，我哋今拿咧公務司嘅咧代表隊啊，嘅咧首演員就好保護嘅，好保護嘅咧代表隊啊咧。哦，代表隊懂厲害呢。而且要知道，高雄市以前高雄市跟高雄縣現在並在一起了，所以美濃它是打敗高雄大高雄區域的厲害的。今年有拿到咧 LLB 那個謝國成嘅咧代表隊。哦喲，厲害！有打到打滿。冇法講。自身面嘅野球生涯，就係啲闽南國小起始嘅。頭擺國樂高校嘅田學，就係新人嘅前後嘅練球場。這種風氣未影響下校嘅起戰員。其實展元在這麼長時間的播報球賽，我其實秉持的一點，其實就一個重點啦，吼，就是不想讓觀眾睡着，中午得睡夢。所以我就有希望有些有創意的、創新的語詞啊、語錄放在我的轉播裡面。但是大家就最了解的就是這個球就像是變了心的女朋友回不來了之類的。似乎兩沙優秀嘅主題都認真野球打出名聲，然後其中嘅嚴肅冇強用，其在年用自家嘅起司二流，當受到觀眾嘅歡迎。其實啦，喺學生嘅時代。其在年就展現出多方面嘅才情，作定4萬人嘅支付來表演話劇、參加辯論比賽，展現呢佢嘅好嘴馬。其在年主張為行到熒光幕頭前。好啦，話唔是多講，比賽開始，請選手入場。大家好，我係龍市鳳。大家好，我姓楊，我係關西平。大家好，我係香總，我係銀川堂。大家好，我係香前，我係東海堂。行上行下，唔到面農上下，面農快上，加油加油加油！耶！現在連米農三哈進行的是一場非常重要關鍵的比賽。現在在投手丘上的是美濃國中的王牌投手，在打擊區上的則是台灣客家界最強的打者鍾允成。
他手上打进去的士气就相当的有杀气。他赶你有敏筒，对，有名筒，好不让。回把落空，再一次回把落空，2个好球没有坏球了。此时，他跟投手喊了一下暂停，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他可能想要把降龙18掌打过一遍之后，再回到打击区。面对其中按厉害嘅子体兵，小钟躲唔掉诶，客家一個誰改嘅啦？回把落空，再一次回把落空，杀吧！弟弟，冲慢一点啊！小钟哥打不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9局的下半了，钟云成强打者那一队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这一次打击他如果没有办法敲出安打的话，他这一队客家人有名堂有敏彤的队伍就要输掉了啦！他能不能够把整个球队带向胜利呢？他赶紧有敏彤。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钟云成的身上，这个要打到3垒方向，3垒手接到之后，传完原来，好的，小钟哥，你被刺杀出局了，这场比赛就结束了。你应该会想说，真的好想赢美浓国中哦。在小钟嘅要求之下，美濃國手決定各本期100機會。唔好看亞條細線數按摩喎，球速做得極到115公里呢。意思牛記小鐘是意外嘅其中一類，係下擺嘅為了期戰嘅挑戰呢。今天來都卡米弄，小鐘竟然要跟我挑戰棒球，怎麼可以輸給他呢？乃能相起嘅東海同嘅上場打擊。呀下投手小鐘當地男神期練得球，打擊期係做波期戰嘅，所以人愛照運動片一看，上來牛市一停團咯，人繼續看下去。哎呦，這什麼呀？所以有很多嘅變動。所以，米農年以前就有蜘蛛人。哦，蜘蛛人，對啊，八嘴巴係蜘蛛人哦。這個出煙嘅嚇，出煙。哦，出煙呢？出煙是兩個火火，給變成火。哦，生火。哦，在後面去燒木頭。還沒來啊。哦，我們還沒開始考慮把心態。哎，都記錄。我諗離開就真係無法通風啊！直球男子漢的對決吧！哦，好，被狗尾啊！打不到，好球！Strike 2。現在球數已滿，2好3壞的滿球數。東海堂與允川堂的男子漢的對決就在這一球。Strike 沒有出棒，我沒有出任何一棒。一動也不動，沒有出棒被3振了，我真的太小看小鐘的控球能力啦！而且，你客家人說話算話，來跑，先跑，來。演了野球啊，真係懂神氣又懂好教，還有老小朋友啊，向下來打球，對身體又好，最重要能聽到原音重現，神的主播，哇，這個他報的這個棒球，你有沒有看過？有，太精彩了，對不對？冇發覺，真嘅，希望以後繼續來播這個冬球，不用來打，好不好？離開亞洲細線數，期戰員要帶領小組轉到東門寮羅伯府區內，講起有當重要嘅事情，要搶機來聽數。戰員，我要踢同這個後山後水嘅，還可能那火把車時間有落到過吧？有啊，以前真的很清澈了。董香麗，哎呀，董香麗啊，然後我媽媽還說她
嫁到我们这个徐家的时候，都还在这边洗衣服。哦，落了要洗衫裤。洗衫裤。敢有落了要抽水无？落够水无？冇。冇啊！哎，还有看到遐铜铁板咧。係啊，嗰啲白拱。白拱哦。白拱。那个铁板看到爱用的白拱哎，一般我们看到那个福德正神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佛像，还有神像。嘿，鸡毛嘞。对，这其实就是最传统的。最传统的，就是最早一开始我们汉宁哎先民来的时候，就是崇尚大自然。我们客家的妇女在这个后巴旁边洗伤，就也可以就近看顾小孩。白人嘅嗰啲史料書，係啊，係啊，條書係150年，150年。不說大家一定要來拜一下，係啊，來到米農一定要來拜啦，老白公。最重要你要馬個願望，不管是不是米農年，哦，大家都身體健康啦，哦，就快快樂樂啦，好。然後我們希望能夠。不管是棒球還是都要贏韓國啦。所以最重要嘅，拜託一定會贏韓國，好冇？拜託拜託，最後幾局要守住，好拜託。愛上白宮要談到嘅兩沙嘅先生為保佑啦。總頭白宮壇見證係米農嘅發展歷史，係啲遠岸老街24棟火房開張嘅世界，係米農人重要嘅信仰寄託。遲在年歲轉到米農，天初為了亞大備求白宮保佑。接下來亞素菜，咪係來米農絕對做唔到邊個嘅重點哦。來到了米農了地方啊，有2隻東西最有名。哪6隻？雜誒對。雜誒，自雜。還有一種係唔知乜干嘛？鹽柳。鹽柳哦。頭擺了尾啊哦。中多，有，那我有聽我爸爸講過呢，爸爸有講過。米農在過去很多人種鹽葉，所以有很特殊的一個建築物就是鹽柳。展元家、阿公他們都是有在種鹽葉的。那我記得我小的時候還有去他們在這個算是烘鹽葉的時候，那我還有去踩在那個上面，有小朋友踩在那上面的那個印象都還有。種鹽呢是喺米農輕重要、講緊輕好嘅產業。10多年前的經濟政策改變之下，將悠悠嘅鹽田、老風雅嘅鹽柳，幾件風態咧，是做得非常天天。阿爸，你好，你想買香柳啊？買香柳沒？哦，紅山頭。對，香柳。你係想咬薄嘅啊？哎。哦，還有呢鹽柳很醬，我要買牙哦。哎，你有冇按過？是為了煙草係嘛？要種煙要曬煙草係嘛？係個。喺原野一格格送嘅，一桶一桶賣。哦，一桶。係2桶賣，2桶60桶，都是哪一種按過啊？以前啊，頭擺哦，做到有鹽柳呀，哦，都米農了地方冇見到。頭擺它都好像已經是全台灣絕無僅有的。你看那整個建築，整個哎，你看到銅鐵邊咧？係6年畢業哦，出中研的哦，係出中亞都前10年差不多都冇中研。中研究哦，哎呦，哦呦，它這個煙樓多久了？對啊。米農嘅鹽嘅產量實有全台灣嘅4個億顧客家。講緊清後嘅時節啦，全米農早前有1800冷凍嘅鹽柳，真見多會嚇到人哦。阿爸，看到了，跳高了，你有冇按過啊？跳高2團到10團，你有冇按10團啊？也個加，一層一層的加。哎呀，一加按了以後，已經你做大下，已經你第5代嘅數，兩個人加入出來。哦，因為鹽一個蟲，按蟲哦。它每個這個隔的地方啊，這個就是我們煙葉的長度。對，這是平均的。它煙葉就差不多從這個地方曬，然後到這個地方。你강도10把來見佢。還有個你用兩棍那種嘛？兩棍那是。兩棍那個太嚴嘞，尖嚴嘞。也一股啊！12松左右嘅鹽呀，也送個看到我的厲害呀的，兩個人搞啊個的。哦，
呀，阮前期来搞哦，九百几双哦。哦，我知道它的烟叶是架在这上面，对，然后按用不用手，不用中烟啊，烟叶是这样子，挂在这边的，挂在这边一我还以为是挂的，我以为是哦，原来这个两个年，这有点像那个晒衣架，你好，那个烟叶就像那个衣服一样，哦，这样很壮观的哦，按狗的梯棚用嘛爬上去啊，用个年，你嘛上去，用按用接上去啊，上个有苹果也变出来，接你的用接你，看它从这个地方。爬上去也是多辛苦啊！这样爬上去，太辛苦哦。所以，米农林以前就有蜘蛛人哦，蜘蛛人哦，阿爸嘴巴还蜘蛛人哦。你阿妹做的爬虫，干阿做的又好诶，又可以填充，又一边拿，烟叶土呀，干燥干，一边拿个要让它冷却一下，又会传下来，传下来从光跳，从光啊，去隔壁啊，哦，然后隔壁喺做嘛？去从古，刚刚看到你下杯啦，同时嘛，解咧。烧火地，哦，你看，那个出烟嘅行出烟，哦，出烟的是俩，那个火，给变烧火，哦，烧火，哦，在后面去烧木头，按你来哦，按你，电视烟，按你一个出烟，这个最主要，这个是烤的。这个所以它是耐高温的，然后这里有后面那个点火嘛，火做这整个里面会有火，会有热度嘛，然后这个烟这里从这个地方出烟嘛，然后这个是四通八达的，这个管有很多，所以它这个热度可以熏烤到上面的这个烟草，让它这个干燥，对不对？那边燥安尼。哦，烧清热度，清热度，清热度百年。烧按旧，边望边100年。哦，大概要多少的温度？温度72度，平均咯，上次你都望边，看到望诶，作为天地的意义。哦，温度越烧越高，烧到72度。哦，到最后的时候烧到最高哦，我们还没开始考虑把心大汗。我要礼拜六真嘅無碼通風哦，通煙哦，佢辛苦。24小時嘛吼，到半夜差唔多3、4點吼，跟住個辛苦嘛，裝緊個辛苦嘛，都要煮肉，安尼煮稀飯，分裝原料給你吃。因為這個等於說是。你是 C 釀酒，你是 C 釀酒，這個都要有人顧的，不受於你呢要犧牲，有是大夜班啊，按五條嘅，知嘛？這個煮店錢不會殺，知嘛？爸爸條班喺做大夜班的呀。係啊，嗰日吼，講，嗰日吼，安尼條班做中人咧，個辛苦嘛吼，冇錢咩，我要巡人咧，嘅下要煮肉，那要點心好食咯，對啦，有呀。原料嘅設計以內嘅就係學問，就連使用嘅材料未經過詳細嘅考慮，天初愛用內嘅來做醬，安尼將做得保持溫度。再呢3日1架，將做得用啲攞杯，地度還係高一層盤嘅內嘅，含加打動原料，千度掉10層鹽葉，認真個貼上去，小氣就分唔到嘅，鹽葉咪唔會走嘅。72度，大家講誒，就是後來它溫度要慢慢增加上來嘛，對不對？一開始是輕的嘛，慢慢變黃，然後總共7天，它最後要最高溫是72度，再慢慢還要再降下去嘛。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溫度計度料，沒有？冇。OK，你看嘛啦，裡面那以前有啦，現在沒有啦，以前有啦。以前這裡有放一個溫度計，對不對？哦，你看鐵板是按寬，然後可以看看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點火啊！點火買來。點火，點火大火了，裡面的狀況到底黃了沒有啊？溫度到底可不可以啊？佢哋也答嘅啊，一場做得看到講是日夜無停分煙嘅情形，認真分煙嘅愛當道嘅人啲，故所講是都係3、4戶煙農，大家相互聽數，完成分煙嘅條路，日夜堅分煙嘅，做得帶來至少20萬嘅收入。啲間年代呀，做得講係當賺錢嘅行業，故所做得買豬肉，還做得繳成人嘅教育費。另外百家屋卡就係認真做煙農，實在太辛苦嘅。故所鼓勵下二代讀書，50歲人呢咪當正職，都係碩士、博士畢業。啲民農當到家庭就係安尼，咪認真安尼，民農變做前有名嘅博士志向。
哎，爸爸，我要吃饭嘞。哎呀，吃饱啊，让有你做事哦。做事啊。对啊。哦，你准备嘛个好料诶。哈，我係客家妹，我講係搞朋友嘛，我天花好，都了會哦。總得貴坤到攏會叫。條擺什麼是專用？係啊，客家什麼是專用？係啊，怎麼卡？啱不得說白話呢，什麼做啊？哦，哎呀，沒有中風。哦，要這樣。啊，演不下去。让有你做事哦。做事啊。對啊。你準備嘛個好料誒？原料做事說的變動是按用的啊。係啊，特別是兩碗公哦。嘿，你菜啊看起來啊，都有客家的特色呢。你看起來咧，鹹菜乾，感覺就是很鹹。吃飯時的個道路。哦，個人要做事，人要做你好事咯。嗰啲三成用，平常冇做你好事咯。太辛苦嘛，三成用嘛，你鹹菜乾，還有蘿蔔乾，還有肉是增加它這個營養。條塊看起來這算是山珍海味了哈。哦，懂嗎？龜澎湃，龜澎湃，哎，這是該那個年代的客家的那個黯然銷魂飯，哎。應該是那個時代已經是最頂級的了，能夠生出來最好的菜色。對呀，好酸呢，好吃哦。要嫩後酸的。啲是由番薯做綁蘿蔔乾嘅年代，有牛有卵嘅醃嘅飯，食材係茶花嘅題材哦。醃呢食肉體嘅當道嘅美濃人，另外一種農作物啊，咪係美濃人東少年地嘅重要產業冇。哎，贊言呐！哎，你用啥？你下來都要提防啊！迄樹根料，錯嘛？樹根料，嘿，要提防迄算密農樓岐山的中間的提防。對，這個地方是我媽媽小時候就住在這個附近。哇，要提防啊！要提動胎，有動哦，種嘛該東西動好。如果可拜好農民，然後客家人是都了會搶了都要提防。哦，了位客家人啊吼，是去桃竹苗。招兵買馬，請各位客家人來到了會開墾。除咗鹽呢，小部分嘅美濃人未來岐山嘅樹根料也搭配種薑椒落實，認真耕種嘅樹腳唔辣，就請北部嘅客家鄉親來聽數作。請問一下，你香菇，你要同好係咪該同好？香菇誒，新安堂，新安堂啊！一件新安堂就係古阿爸屋下嘅夫婦，沒有百年嘅歷史了。對門後兩片嘅門簾就看得出佢當久嘅歷史。像古嘅人年頭係啲夏商周嘅朱文王時期，同好新安係對本位宰相古比史台克嘅山西新安縣來嘅。下後像古嘅人史台都用新安嚟做同好。一薑椒葉係你嘅係嘛？誒。哦，有種幾多薑椒？我見薑椒講冇種咁多嘅。係。哦。以前種該多。哦，條擺種較多。條擺種嘅薑椒都專門教本強國啦。啊，強國都送到日本啊，同我去食。哦，條擺啊，岐山呢位薑椒啊，係世界有名嘅。當歸啲啊，條擺。誒，嗱，每年後，你記得做乜解啊？一支哦，一支人都長柄嘅薑椒多嘅。哦，薑椒嘅多嘅哦。哎呀，佢都嗌人醃薑椒人都常常去帶到一個多嘅都淺人個薑椒葉嘅蘿葉、片葉都覺得哦。佢話過後哦，去蒸湯，蒸湯啊！你一般人都講蔬果啊，不要太多把數，如果爆唔起來。一薑椒呢3、6、7、8樣係料白湯，係白湯。係。哦，他把這個羊肉啊都不要了，讓整個長得更好，我們必須要犧牲其他的弟兄。對，就是安息吧。這就是這種不營養的啦，好，旁邊會有那種枯葉的啦，然後會
有歪长歪的啦，都可以把它先处理掉。大哥，你啊苦你要几多嘛个？我看是哪一个工作要顺利要照顾的。哦，按用看是较清楚哦，要不我清楚啊。哦，你按看那地方。那头又凸出来，又用得落，慢割下，迄种一直割下，按过一直。看到嘞，该不会来，大哥。好。哦，你看，它是要整理，要好多情眼呐。古阿伯嘅老祖公，当时就系对桃园中啦，来到苏建寮也特别种强者嘅，上建落单，未伫新嘅家园，迄个安江嘅方法，故所对北浦下变做南浦下。苏建寮系伫闽南客家镇、老岐山后路镇夹嘅所在，虽然系岐山国内，唔过沙公客。係老闽南較淺嘅鄉里哦。有做得成熟嘅強調嘅嘛？也個食材係講起來都係唔太白包啦，也係勉強菜熟啦，也都係講。哦，量嘅也準備好啊！好，來抓緊哦。哦，龜蟲哦，好了，我們拿去外面打回來。哦，你看很強哦，你看，哦，很強哦。古阿伯講，當時岐山強州早前買到日本去嘅，是有講緊當好嘅歷史，有傳到為前嘅古物，漳州嘅老祠堂長到安江，尤其係門當哥，係作為罕見嘅門宴，也咪本自家講係同好一個嘅小組，大開眼界。節目將會結束嘅。小總按用心嘅安排，親密也經典，本美濃之旅以為千萬米嘅結束。美濃三寶係乜嘢？奶底有紙紮，一定有紙紮。還有乜嘢？紙紮，還有乜嘢？啊，顏料，沙河龍係突然來了。第三寶。耍寶。沒啦，資料。藍山。小總講嘅有通理哦。藍山一下差唔多變做客家神父嘅推名詞。藍山講嘅就係客家婦人家嘅傳統面衫，現在客家婦人愛做些拍攝較為惡做，膚色又唔吉利，故所將會用藍色嘅棉布來做衫。美濃頭擺認真當封閉，故所千完整嘅保留為中國原鄉嘅傳統藍衫，還有四季嘅傳統。也都沒變做輕有密西嘅美濃風景。因為美濃這個地名其實就非常吸引人，講啊非常美的非常濃郁的一個地方。那其實那邊的人情味也非常夠啦哈。不過呢，其實美濃還有一個很古老的傳統，就是藍山太景山，它是一個客家傳統的布。你還用純手工做了藍山的這個模圖咧，就用美濃油哦。美濃油哦。家姐，你而家咧天氣台咧？天氣台咧，幾多年咧？92年咧。92年，92年了。哇！我講客家人啊，吼，一定要有一件藍衫。一定要有。如果沒有穿過藍衫，真的不是客家人。這也是藍衫啊，但是運動服。來，兔女來看一下真正的客家的藍衫。要說，法樹下有一個老師傅哦。真的是老師傅呢。老師傅哇！你看到沒有？哎，你還這給狗狗穿的，是不是？這麼小。啊，縮小版。哦，縮小版。哦，你看。唔難咧，有冇啊？新年嘅嘛，就唔攞咯。誒，sale，你全部係細妹做嘅嗬？一個按照阿媽阿婆做。哦，你阿婆做嘅。個小姐他們就結婚咧。哦，他們結婚咧。誒。個都新娘咧。我哋新娘哦，古早有鳳嘅，有鳳嘅，比較喜氣啊。哦。真件當有意思哦。對藍衫嘅繡花和個配色，就看得出婦女嘅身份。結婚嘅端莊素雅，忙結婚嘅就展現出青春和華麗。三檔嘅繡花唔但搶獎，還有動情嘅意思。用陽嘅代表福氣，日頭代表失望。打走出門，團舞轉舞，
長白代表長命，係唔係當有意思啊？也一部嘅還有韓劇嘅女主角，做得藍衫上鏡頭，藍衫嘅獎已經有名到全世界去咧。南部嘅藍衫，老北部嘅無共龍頭嘛？冇相同。相同。而家最主要因為搶唔喺北部咩嚇？俺哋一面有個南農嚇，南農一個北部嚟開放，竟然到100公里嘅。嚇，當時嘅南北部下來開放嘅，4分年紀啊，一拖俺哋南部嘅咪拖唔到。啊，一調緊俺南部嘅咪弄個調緊。你慢調緊。下南妹講歸講，作嘅南山細作長。頭那是個面線機，對方係咩變農渣，會看到我講。哎呦，哎，這樣把不到人家虧成這樣子，對啊，太酸了吧！雖然係講笑嘅話，不過實反映出講是客家婦女嘅用嘅。頭擺面農有230間藍衫店，一下搶存1間天天呢，客家係全台灣唯一嘅1間。開店漸漸嘅為100年咧，老店見證嘅藍衫嘅變化，咪為藍衫嘅歷史留下嘅見證。今日你來到地方，有位客家人，一定愛嚟做藍衫，有嗎？有冇適合我們的？有啊，有嗎？車太哥講，客家藍衫，南美人、老婦女嘅都有，客家唔但搶有傳統嘅用嘅，還有華麗嘅改良版，就連獨特嘅沒有。唔知兩個沿道嘅客家阿哥中意哪種啊？哈，我係客家妹，我講係搞朋友嘛，我天花好，都了會哦。真的，鬼看到都會叫。誒，唔過真嘅哦，做到了客家嘅藍衫啊，吼，真嘅會懂量嘅。係。啊，那個佢送送啊你。乜嘅？佢送送。哦，疏爽，哎，疏爽。哦，你穿這個很好看，懂好看咧。好看哦，啊，佢洗來做嘅。你洗來。洗來做個背心。背心，條擺洗冇是做安用。係啊。客家洗冇是做安用。係啊。冇卡。俺不得說白話呢，洗冇做安。哦。哎呀。沒有，做不了。哦，要這樣。演不下去。感謝小眾按那個犧牲，為觀眾表現出客家妹嘅溫柔。今比等等7年轉到家鄉美濃，老美濃親傳統、親鄉人嘅客家風情，一擺看過日，真嘅係當滿足哦。美濃就像家名嘅本人嘅感受，係一個有家有鄉人嘅細節，充滿咗裊裊嘅人文風情。雖然舊時代嘅風法已經看唔到嘅。唔過家到留下來嘅韻味啊，還會本意甜蜜當久當久。